哦，秋葵，你看这个弯不下去，太老了，这个弯得下来还可以煮菜。哦，彩色的，彩色的高铁的火车，漂亮。哦，你看这秋葵的花，白里透黄，你看秋葵，因为台风扫成这个样子了，所以风向是这样。你看旁边的草，它是向北边倒，然后北边那个稻田的倒。北边的稻田倒了，奇怪，左边、右边、南边都没有倒呢，怎么会呢？那一区的稻田那么特殊就倒了。前方那个南北高速公路呢，中山高速公路，然后前面树很多，那边的新营休息站呢。这个是洛神花，你看这个叫臭虫，它会交尾巴哦，臭虫，彩色的臭虫，不是萤火虫。是叫臭的香的那个臭虫。你看前方有这个洛神花，粉红色的，你看洛神花粉红色的。秋葵的花，你看秋葵的花白里透黄，你看尾巴还弯得下来，你看这么长啊，还可以更长一点哦，10几公分还可以煮熟，用电锅蒸煮熟来吃，有的加香油。糖尿病患者吃这个很好，还有那个皮肤不好的也可以吃这个，有胶质煮汤啊，太粗了舍不得丢的话，也可以煮汤，然后汤会有黏的粘稠状的，就是胶质。这个是秋葵的白秋葵，你看叶子比较大，还有一种叶子小的叫黄秋葵，大概这么短就要采。大概比这个还长一点，比这个小的这个还要长一点，7、8公分最多，大概7、8公分就要采收了，不然就变成很硬了，纤维很粗了，不能做菜了。那这个能线比较不清楚，有点远了，能线比较不清楚。这白秋葵能线比较不清楚，有点圆滚滚。黄秋葵能线比较清楚，有点像方形的柱子那个不一样。